今次我係咧買咧快線，咁咧有咧小隊咧做咧1日連獎嘅，仲有咧有做試食報告啊！好，大家好，呢度5個我知道啦。今日係7月25號，依家咧係咧年期禮物，依家當然唔係佢嘅5點之啦，有啲係貴。今次我係咧買咧快線嘅，或者可以咧快速咧。好唔該啦，等我哋入到去先再講俾大家聽。好，各位我入咗科溫啦，好，俾大家睇下咧科溫咧係點嘅先啊！經過呢個咧背後嘅 Good Smile 係啊，咁咧有咧小隊咧做咧1日連獎嘅，係啱先咧係見到佢，我就展示嗰陣時咧，佢喺香港搞嘅簽名會咧，我做嘅嗰個咧簽名合照嗰度啊，係啦，佢咧做嘅揾翻我全部得咩顏色嘅，好繼續行啦。
係接咗嚟嘅作品咧，科飛個創天綜合同人制嗰度好難㗎。好，入到嚟科飛創天綜合同人制啦，錄部分俾大家睇。科飛呢度咧，接住落嚟呢度咧，佢咧 Force Paradise 嗰度，嗰度咧做一個合對個合作標準，但係做咧同咧我同攤嘅角色即係咧都係用攤嘅職業嗰啲。啊，不過我咧由於用咧，角色就揾一個先啦。好，喺開始合照挑戰之前，先俾你睇下 Force Paradise 嘅 Force Face 係點嘅先。
係唔知點解咧，好似咧冇咩人幫咧，我同班即係嘅大學生，所以咧今次嘅合作標誌就係揾唔到咧相應嘅特色嘅，所以今次合作標就宣布失敗。但係仲有咧有重要事情公告啦，由於呢排咧追食就係睇少咗一種好頭先我都英國得所以咧都宣布水果環境將會廢止啦。但係唔排除咧以後咧會恢復嘅。好，今次條片就係咁先啦，所以就帶大家去睇下。